今日天陰陰，又適合過海咯咩？又來啦吧！上次朝頭佬喺嗰片紅樹林作咗好幾個大蟹，好幾條泥兒，但係由於種潮地，有啲地方未揾過，所以我哋今日繼續喺嗰片紅樹林揾睇下有其他收穫冇。一邊穿過紅樹林，一邊尋找目標。發覺個大蟹窩，個泥推得更深，應該走屋企啦。個大蟹係走屋企個，但係佢匿得太深啦。我朝頭佬今日冇有帶到鈎仔來，所以呢就暫且放棄一馬啦。又發現第二個目標點係一個泥兒窩，一用係要搬石頭個工程。一般喺石頭下面個泥兒打窩都打得比較深個，周邊都係石頭，搬起身比較食力。跳上來了，哎呦，有你聲，太難啦！喺我哋做完嗰個泥兒嘅旁邊，又發覺第二個泥兒窩。搬個石頭嘅時候，一定要輕手輕腳，爭取喺第一瞬間就捉到佢。如果俾佢走到下面嘅話，工程量就變大啦，因為佢下面有3、4個通道嘅喎。哎，冇辦法，俾個泥兒走甩地。不過有新嘅發現，喺旁邊發覺咗一個大蟹窩。個打橫行嘅就係風氣哦，俾佢鉗到我朝頭佬地。咁風氣冇抵得嘅，上家伙下認俾佢啦。那是人的問題，好嗎？做得差唔多啦，日漲潮地，我哋上岸。碰到個姨喺度掘泥釘，佢講佢早上10點就喺度挖啦，依家已經下午4點，先挖咗嗰幾斤嘢。佢講上人家嗰2蚊紙也好難啊！係咪計嘢？收工。姐妹，我回來啦！收東嘅。放唔晏啦嘛？我有車行貓嗰頭嗎？要。你去嗱跟住啊？你嘅。要跟住咁多條泥兒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條啊！你計我。